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iss Yang Channel。咁今日咧就係想分享一下咧，啲家長就問我啦。其實如果我小朋友係有啲 ADHD 嘅情況之下，咁我應該教授啲咩留意嘅地方咧？咁今日我就會想分享一下個心得嘅。咁有興趣嘅話就記得收睇落去，記得 subscribe 我 Miss Yang Channel。嗱，如果中意我嘅免費分享嘅話咧，請佢飲杯咖啡啊！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 Miss Yanni， 你嘅 Young Learning Specialist。第一件事情咧，亦都係最重要嘅 preparation 咧，就要你張寫字台係乜嘢都冇，除咗一支筆、一嚿擦膠同埋一個功課。你個文具盒都唔好擺嗰度啦，最緊要越少嘢就越好嘅。因為其實 ADHD 嘅小朋友咧，好容易被分散。我以前咧教過一個小朋友咧，咁媽媽就叫我去一間房度教，跟住上咗一堂之後咧，我以後話我要喺客廳教。咁點解咧？成間房係好多玩具，佢個小朋友係好容易分散咗。作為即係家長或者老師嘅你咧，其實你要控制翻佢嗰個 rhythm 咧，係一件好吃力嘅事情嚟㗎。所以咧，一定要去一個咧乜嘢都冇嘅地方。第二嘅事情咧，其實就要將你教嘅內容細化。乜嘢叫細化咧？我今日咧就攞咗呢一條題目㗎，就係首先要利用咧0、3同埋6咧寫出一個最大嘅兩位雙數。好啦，如果一般小朋友咧，其實都呢一條都比較簡單啦。其實最大你咪圈住3同6，跟住咧就係答案就係60咁樣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一個普通嘅小朋友啦。但係如果一個專注不足嘅小朋友咧，其實你要細化到去咩情況咧？嗱，咁當然啦，因為咧呢啲學生就係同我接觸得比較多，我大概知道佢哋個 gap 喺邊，所以我知道點樣去細化。所以每一個小朋友佢嘅細化佢咩程度咧，其實都唔一樣，就要靠個老師或者個家長們咧，同個小朋友本身去 contact 咧，而去感覺到出嚟㗎。其實首先小朋友要知道呢個題目係咩先啦，因為咧其實可能小一咧有啲學校咧都會有讀題嘅，但係我都想個小朋友認啲字先。好似呢一條咁咧，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大啦、兩位同埋雙。好啦，嗱，因為佢哋咧其實係認字係有啲困難，因為唔夠集中啊嘛。你佢咁樣抄10次去記得呢件事情咧，其實係一件冇乜可能嘅事情嚟㗎。咁點樣咧？就唯有用圖像啦，好似呢度咁。嗱，咁詳細我就唔講啦，即係我要用圖像咧，令到小朋友知道咧呢幾個字係點樣讀同埋佢意思先。第二步就要咧認識咧咩叫最大先。好啦，嗱，最大咧其實咧0、3、6咧其實就要圈翻邊兩個數最大。如果你個小朋友做唔到嘅話咧，其實就要呢一度咧就要同佢練一練習啦。咁點樣練咧？譬如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啦嘛，我1我就畫1粒，2我就畫2粒，3就畫3粒，越高嗰啲咪越大咯。咁睇圖像咧，其實佢就可以分辨到邊啲係最大噶啦。咁你慢慢你首先就係9同1邊個大啊？8同5邊個大啲啊？咁樣去 train 翻先。第三樣嘢啦，咁咧點樣去做一個大數先？嗱，大數咧同佢講做一個最大嘅數，大嘅數擺前邊，大嘅數擺前邊，得唔得？大嘅數擺前邊，好似頭先呢條啦，0、3、6。而家如果佢圈到3同6嘅話咧，咁佢圈咗3同6先。大嘅數邊個係大？6擺咗前面先啦，63。如是者睇下佢做唔做到啦。即係你當然你要俾幾題啦。譬如你可能今次係4同2，咁點樣做一個最大嘅數啊？大嘅數擺前邊都做到啦。好啦，嗱，雙數咧就2、4、6、8、10啊嘛，大家都知咧。但係另外一樣嘢大家要記住嘅喎，譬如我哋係43，我哋點樣知道呢個係咪雙數咧？就睇個位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其實如果佢係一個小一嘅話咧，我暫時都唔會用個位同佢講，除非佢自己有一個好大嘅知識。因為其實咧，越多嘢咧，其實佢越難。同埋你個10位點解叫做10位？你點樣去解釋呢樣嘢就好難噶啦。咁點樣講咧？爹哋同佢自己啦，因為譬如我今日83，爹哋喺前面，我跟住佢後邊啊嘛，咁所以最尾嗰個就係自己啊嘛。83，好啦，練一練先，好啦。譬如我而家俾呢一堆數字佢，叫佢圈翻邊個係 BB 先，邊個係自己，邊個係自己，跟住2、4、6、8、10，好啦，圈住嘅睇自己嚇，睇自己雙數，呢個係雙數。好啦 ，OK 啦。嗱，如果呢度唔得嘅話，其實有機會佢雙數出咗線，咁就仲要再前多1、2步先。咁但係如果佢 OK，呢邊 OK 嘅話咧，就可以將你之前嘅知識咧
就冚埋一齊啦。咁當然啦，唔係個個學生需要呢個情況嘅，不過有時候有啲 ADHD 嘅小朋友咧，其實你要去細化到咁樣咧，佢先係會 get 到㗎。咁你咪同我講，其實咁咪要好耐。當你小朋友咧，其實佢 get 到你。佢個 mat 有翻咁上下咧，其實佢後邊就會行得快啲噶啦，唔需要咁擔心嘅。我哋今日嘅時間分享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 WhatsApp 揾我或者下面留言俾我噶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